白羊座、獅子座、人馬座喺呢個時代，你哋做嘢夠快，已經咧係成功咗一半啦。因為天王星入去雙子座，世界變得越嚟越快，而你哋最大嘅優勢就係行動力。白羊座，你嘅頭腦咧會被天王星所升級，天王星會入去你溝通同埋學習嘅宮位。你會開始有更加多新嘅角度、新嘅諗法。以前呢，你得個快字，而家呢，仲有好多新嘅諗法可以落地實行。而呢個能力呢，會令你喺 AI 同埋知識型嘅時代入面突圍而出。獅子座，你嘅人際圈子會大洗牌，有啲舊人會淡出，甚至乎呢會離開。但同時呢，亦都唔需要害怕失去，因為你要換一班人喺新嘅圈子嗰度呢，你會認識新嘅朋友，帶你去一個未去過嘅層次，會有更加多嘅機會。人馬座，你嘅關係呢，會比較多變動，無論係伴侶或者合作關係，都可能會出現一啲離離合合嘅情況，但唔代表咧係壞事嘅，因為每一段新嘅關係都會帶你行一條新嘅路，你嘅人生會因為換咗一啲人而打開新嘅一頁。所以火象星座，你哋響嚟緊呢7年要贏，就要睇你嘅行動力夠唔夠快啦。其實你哋嘅運勢呢，我仲未講晒。關於天王星進入雙子座嚟緊呢7年，我幫12星座做咗個詳細分析，完整版放響 YouTube。想知道你嘅星座會係點呢？留言 UR 我就會 send 俾你噶啦。